小魚的減壓日記。開學第3個星期，小魚嘅書枱上面呢已經堆滿咗各式各樣嘅測驗卷同埋功課。佢咬住支筆，望住數學作業上面密密麻麻嘅題目，突然之間呢就眼前一片模糊。佢就話啦：點算好啊？下個禮拜就要測驗，我根本就讀唔晒啲嘢。然後佢嘅心跳就開始加速，手心冒汗，眼淚都不自覺咁樣流咗出嚟，仲滴咗喺作業簿上。呢個時候，佢嘅姐姐敲門入嚟，見到小魚咁嘅樣，就坐咗喺佢床邊，就問佢啦：你要唔要試下我嘅減壓小秘訣啊？家姐呢就拎咗一個好靚嘅筆記本出嚟，佢就話啦：呢個係我中學嘅時候嘅減壓日記。每次壓力大嘅時候呢，我都會將啲煩惱寫低㗎。小魚打開本日記，發現裏邊唔單止有文字，仲有唔同顏色嘅貼紙，有啲頁面仲寫住話：今日背咗30個英文單詞，我好叻。呢啲鼓勵自己嘅說話。姐姐就教佢，除咗要寫低煩惱，將壓力源頭寫出嚟之外呢，仲可以畫下畫，表達下心情。再唔係呢，就可以整啲小目標嘅清單，記錄一下覺得自己每日做得好嘅事。堅持寫咗2個星期減壓日記之後呢，小魚發現自己嘅心態慢慢開始改變。佢由當初得一個目標，就係溫習考試，拆解成每日溫習2個數學題型，或者背誦10個英文單字呢啲小目標嘅時候呢，壓力就冇咁可怕。佢發現日記裏邊越嚟越多嘅小成就，就其實即係自己一直進步緊。而家小魚嘅書枱上面，除咗平時用嘅書之外，仲多咗一本充滿色彩嘅減壓日曆。每當有壓力嘅時候，佢就會打開佢，然後同自己講：一步一步嚟，我得㗎。想聽更加多嘅故事，可以打去27778899按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度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